間單位簡約式嘅奶油風75方嘅兩房，總價只需要20幾萬。我哋望下呢個露台，或者你再睇緊乜嘢啊？我在這裡聽雨聲看海。呢個位置都可以望得到海景喎。我脖子伸長一點。哇！住重點咧，呢間單位單價3000幾蚊都可以望得到海。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接落嚟睇我哋呢條片啦。歡迎收睇我哋呢期頻道，我係實力人等丹丹。咁依家咧，我係嚟到沿海南區嘅呢間單位嘅話，佢係75方嘅一個兩房包括依家望到我哋呢間單位嘅一個裝修非常之靚嘅業主咧用咗呢個簡約式嘅一個奶油風啦搭配呢個綠色嘅一個設計啦。咁都知道其實在沿海呢邊嚟講係一個小區園林嘅一個綠化為主啦咁業主呢邊都係裝修得比較溫馨非常之適合居住嘅沿海南呢邊嘅話，樓下咧在小區門口，佢係有一個京橋巴士同埋穿梭巴士嘅一個站點，從我哋62座係非常之近嘅入口嘅位置，行路2-3分鐘可以到達咁商業街呢邊嘅話，樓下嘅商業街入邊全部開晒海鮮市場啦同埋萬田超市啦，都係在我哋十里銀灘3期嘅位置嘅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呢間單位嘅一個客廳開間，佢有3.6米嘅包括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一個露台啦咁露台望得到小區園林嘅呢個園區啦，同埋咧仲可以望得到一啲海景。不過咧確實嚟講，呢個人要側邊啲先至可以望得到一啲海啦咁其實咧呢間單位嘅一個朝向都係朝一個西南朝向嘅，相當於佢都係曬得到太陽嘅不過前面咧有幾座樓宇，佢相當於比較密集啲啦不過咧我哋依家呢個採光位置咧，到咗下晝都係有啲陽光嘅我哋睇翻呢間單位。業主嘅裝修嚟講比較簡單啲其實之前都係交俾民宿嘅所以其實按照民宿嘅一個統一裝修啦窗簾啦，同埋嘅呢邊嘅一個電視櫃啦、sofa 呢邊都係好新淨嘅。確實我睇咗呢個裝修都想過嚟呢邊住因為非常之溫馨舒服同埋呢邊嘅一個餐台位。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入戶位置入戶呢個位置嘅話，佢係隔離仲有一間單位，相當於其實咧從入戶開始嚟講，如果係擺鞋櫃係需要擺緊我哋門左邊嘅位置啦呢一邊係有一個位置空間嘅同埋全屋嘅一個電掣啦。咁交付標準當其時咧3期都係一個機械鎖嘅一個交標啦同埋呢邊嘅一個可視對講機可視對講機如果係有朋友上嚟要開門嘅話，呢邊可以撳一個開鎖嘅一個按掣我哋睇翻房間裏邊房間呢邊嘅話75方咧，其實2間房都可以擺一個1.5米或者係1.8米嘅一個床，係足夠嘅一個空間嘅咁呢邊係業主擺咗1.5米嘅床咁其實提出業主嘅裝修都係交俾民宿嘅一個簡約式嘅一個裝修同埋一個作台咁我哋望翻呢個景觀呢間單位嘅景觀嚟講都係小區嘅園林，同我哋露台包括主臥室都係一樣嘅一個景觀為主嘅。啱啱都係落完雨啦咁我哋依家到咗7-8月份咧，其實咧都係一個雨天嘅一個季節啦不過咧晴天嚟講嘅話都係比較多啲嘅我哋再望翻主臥室主臥室呢個位置嘅話，業主咧佢係擺咗一個衣櫃嘅呢個衣櫃都非常之新淨，後期嘅話絕對係可以再次使用，唔需要自己再買啲咩衣櫃同埋床其實都係可以繼續去使用。雖然話簡單啲嘅一個裝修啦，不過我覺得啦，其實如果係買二手單位或者係買新樓，其實越簡單嘅裝修後期可以按照自己嘅風格裝修都係一件好事啦。望翻露台呢邊嘅一個景觀一樣嘅道理，佢全部都係朝西南朝向，相當於晏晝咧其實都係有陽光嘅咁其實呢間單位佢都係屬於8樓嘅一個樓層，唔算話非常之矮嘅一個樓層啦，都望得到園林啦同埋海景洗手間呢邊嘅話都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形式嘅我哋可以望望包括沖涼嘅位置其實都係足夠嘅一個空間其實在3期沿海南呢個小區，包括我依家都係住緊沿海呢個小區啦，我覺得靚嘅地方係地磚
佢呢邊唔係話用之前二期嗰啲木地板你包括海魚灣嗰啲都係木地板，不過沿海呢邊係相當於呢一期咧開發得比較硬啲啦，佢係用一個地磚嘅一個膠標咁我哋廚房呢邊咧佢係一個一字形嘅一個形狀啦，相當於其實左邊呢邊都可以擺一個雙開門嘅一個雪櫃嘅位置啦咁我哋睇翻交付標準呢啲嘅櫃都係非常之新淨包括咧其實開發商呢邊都預留咗呢邊微波爐或者焗爐嘅嗰個位置嘅咁呢間單位都係通燃氣嘅我哋睇翻在呢個位置其實都係擺一個洗衣機嘅位置啦同埋咧業主都係做咗一個防蚊網相當於其實沖涼嘅位置佢係帶埋呢個窗戶嘅咁如果係打開呢道窗之後咧，如果係關住咗佢係比較焗啲啦，咁你如果係做咗呢個防蚊網咁佢係可以對流嘅一個空氣啦咁我哋呢間單位都簡單已經睇晒啦咁我覺得呢間單位最靚嘅地方其實咧呢個裝修嚟講都係比較溫馨嘅，仲可以掛啲自己中意嗰啲畫嗰啲相冊在呢個牆上同埋咧呢個裝修嚟講比較簡約啲，比較新淨啲。其實你從 sofa 呢邊包括嘅呢邊嘅一個燭台呢邊其實後期都係自己再重新會利用嘅咁呢間單位朝西南朝向樓下嘅交通嚟講佢係有京橋巴士1個鐘頭10分鐘可以去到嘅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包括十里銀灘3期作為十里銀灘最中心嘅一個商業中心體呢邊嘅設施係非常之成熟嘅所以點解我都會選擇在3期呢邊住，因為確實嚟講你點外賣所有嘅麵條任何燒烤都可以選擇因為樓下呢邊嘅一個設施已經全部開晒，包括呢大區域都已經發展咗有10幾年啦。所以生活設施係 OK 嘅包括住緊3期呢邊嚟講咁呢個裝修當然佢唔會話同5期維港灣對比咧，佢冇5期咁新淨因為確實嚟講都係過咗有7、8年嘅一個樓齡啦。不過咧在3期呢邊嘅一個裝修，從地磚包括牆身，佢都係保持得比較新淨嘅再講翻呢間單位西南朝向咧，仲可以摸到啲海景，總價只需要295000蚊回合落嚟單價係3900蚊相當於20幾萬嘅一個單位，在沿海南呢邊其實都可以揾得到不過咧各有各嘅優勢，如果係揀一個貴啲30幾40萬左右嘅單位，佢嘅景觀嚟講係比較近海邊，會更加靚啲嘅。不過呢間單位啦，遠景、海景都可以望得到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上方二維碼盡快私信我哋。我哋呢期視頻暫時嘅講解，我哋下期再見，拜拜。